长期漂亮的根源是雌激素。雌激素低的表现为皮肤粗糙，爱出油长痘，体毛重但爱掉头发，脾气暴躁等。春天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饮食习惯改善：一周至少喝2次现磨黄豆浆，可以加黑豆。主食选黑米、燕麦米、荞麦，因为经加工的白米饭升糖指数高。多吃含胡皮素的蔬菜。胡皮素是天然存在于蔬菜水果中的黄酮类抗氧化剂，比如洋葱、香菜、秋葵、蔓越莓等。多吃菌菇和坚果，比如香菇、杏鲍菇、榛子、杏仁等。少吃面包、蛋糕、饼干、奶茶等反式脂肪酸且高糖的食物，会刺激雄激素活性，让皮肤更容易出油长痘。